會係你係當下車仔呢一個高層嘅決策者，呢條鋪文你鋪定係唔鋪？最近車仔官方喺短短幾個鐘就新咗費蘭迪斯嘅呢一條鋪文啦。呢一個操作咧唔單止激嬲咗英格蘭嘅球迷，同時亦都激嬲埋阿根廷嘅球迷嘅，簡稱兩邊唔討好，左右為難啦真係。今期就嚟同大家講一講點解英格蘭同埋阿根廷會咁大仇口呢？起因唔係因為足球，但係最終個戰場就喺足球場咧。嗱，時間咧就要翻去1982年呢一場福克蘭戰爭嘅爆發啦。而呢一場戰爭咧，大約就維持咗2個半月啦，最終係英國獲勝嘅。而呢一場戰爭導致到呢兩國數百名士兵咧係陣亡嘅，所以我認為咧對於平民嚟講咧，戰爭呢家嘢根本就係冇贏家啦。而足球就開始承載咗呢兩國嘅民族情緒啦。咁呢一個情緒究竟有幾大呢？戰後第4年，亦即係1986年嘅呢一個世界盃，冇錯，英格蘭對戰阿根廷，足球史上最具爭議性嘅90分鐘就咁樣誕生啦。兩個名場面，一個係上帝之手，一個係世紀入波，都出自於阿根廷嘅球王迪亞高馬拉多納。呢一場賽事，馬拉多納入嘅第一個波係用手就將個波推咗入龍門啦。裁判誤判有效，跟住喺短短幾分鐘之內，佢又連續突破5名英格蘭球員，打入咗被 FIFA 評為世紀最佳嘅入波啦。And then gets past Butcher and past another, and Maradona goes on。重點嚟啦，就喺賽後採訪嘅時候，馬拉多納自稱呢一波叫做上帝之手。同時佢亦稱呢一場比賽係幫福克蘭戰爭復仇嘅，就因為球王嘅呢一句說話，令到簡單用嚟踢波仔嘅足球場就成為咗呢兩國嘅戰場啦。時間去到1998年嘅呢一屆世界盃，冇錯，冤家有對頭啦。呢場比賽入面，碧咸因為踢人而被紅牌罰下啦，英格蘭最終以12碼出局嘅。翻到國之後嘅碧咸咧，幾乎咧就成為咗全民嘅公敵啦，甚至收到呢個死亡嘅威脅嘅。呢一場比賽亦都令到當年嘅英格蘭嘅球迷咧就更加之討厭阿根廷啦。02年呢一屆世界盃，英格蘭終於復仇成功啦，碧咸射入咗呢個12碼，幫助英格蘭1-0獲勝。再加上當時嘅媒體大量使用復仇嚟做標題，就咁樣，英格蘭嘅球迷咧就認為佢哋終於洗去咗98年嘅恥辱啦，即係一個時代嘅落幕咧，就代表另外一個時代嘅崛起。我哋建立咗呢個美斯嘅時代，就繼續延續佢哋呢個立場嘅恩怨啊！嗱，雖然美斯咧本人就唔會主動去製造呢一種對立啦，但係每次阿根廷對戰英格蘭嘅時候咧，媒體就會鋪好呢一條導火線，就睇一睇邊一個黑仔咧就點燃呢一條導火線，引爆呢一個炸彈。而今次呢一個黑仔就係我哋嘅車路士啦。車仔呢一條鋪文，講真，即係快又死唔快又死。作為車仔嘅呢一個核心嘅球員費蘭迪斯，理應就應該係要捉好嘅，但係英格蘭嘅球迷就肯定打咩你噶啦。但係如果唔慶祝咯，阿根廷嘅球迷又唔 happy 到，點解連自己嘅球員入波球會睇都唔睇下？而且歷年嚟嘅車仔啊都有好多唔少嘅阿根廷嘅球員噶啦，唉，真係左右為難啊！好啦，影片嘅最後會係你係當下車仔呢一個高層嘅決策者，呢條鋪文你鋪定係唔鋪？留言發表下你哋嘅意見。如果係我嘅咧，就唔好當下馬上鋪，車仔嗰個係鋪得太快。如果呢場比賽完咗之後鋪一條占士嘅，之後再鋪一條慶祝費蘭迪斯，我都覺得咁樣可能會將呢一個公關會處理得比較 peace 啲。好。呢條影片就到呢度，拜！大家中意嘅話咧，可以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下期再見。我好耐冇拍長片啦，接住落嚟咧，我會拍多一啲資訊嘅長片俾大家㗎。